OK， 好，我待会过去。分手而已。对对 ，OK， 好，好，谢谢。我跟你说，正襟危坐。哇，我们很紧张啊。首席呢？你不讲话一边。因为主持人人长了，我等一下，各位演员、各位前辈，不好意思，我们继续留在台上，我们邀请总经理，还有我们副总，还有一起来拍个照，可以吗？我不要，那 OK， 好，那各位前辈，没事了，没有，我接收到了指令，对不起。哎，对不起，自重。还没，因为他们现在 OK， 好。在这里了，刚好这边了，在御寒了。小声一点啦，唱歌啦，你要不要声一点？我在听了啦。你要找那些唱的比较好听的啊。你不是歌手吗？我是歌手，可是经常听啊。可以啦，然后我真的会开始。对啊。我上去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上去吗？我上去是要给人家信心。屁啦！那你说讲什么话？就感谢啊，然后你的感想，你演出这次的角色啊。对了，假如有够小的话，就是还要你 OK， 对，你 OK， 我们再找，你 OK 啦，对啊 ，OK， 好，就这样，我们去聊聊。再一下，因为我。我现在在主持吗？对，接一下好不好？代表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只是来。好的。从头讲到尾。
是，现在就请我们叶家人，我们的四季牛肉面店的老板，然后来发表一下我们这次一家人的感想跟心得，谢谢。平哥，麻烦您，谢谢。喂，总经理，还有制作人副总，然后现场各位嘉宾，大家好哈！大家都知道，其实四季牛肉面真正老板是伟文的，来，伟文先讲了，来，我帮你拿。曲终人散的一天，我昨天真的怎么样也没想到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化妆间，一直到今天睡醒，心里都觉得很疲惫，傻逼戏。我昨天要离开之前，我在找你，我找不到啊。来，继续。我今天就是睡醒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感想，跟着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感觉。那不管怎么讲，到了最后一天，我一个人默默走出演员休息室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挺惆怅，很舍不得的。不过再美好的一个过程都会有结束的一天。那希望以后大家还有这个缘分，可以在一起愉快的工作。OK， 谢谢。老头家，追剧啦，打电动啦，上网，我就是喜欢这一些。这里面的阿嬷就是标准我的生活，你知道吗？那所以我是觉得原来是，驾轻就熟，就觉得说，很不错，很150集真的是太少了。谢谢。来，小东，来大女儿。说实在，昨天在排那个大家新戏的时候啊，心情其实还蛮忐忑的，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拍过8点档哦，心情搭上性是这么强。然后所以拍一个 ending part 的时候，我觉得好难过哦，怎么会这么快就结束这一切？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上都是一家人。我每次看到陈婷哥的眼睛啊，玉燕姐的眼睛啊，阿嬷眼睛啊，春夏秋冬的眼睛啊，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亲人，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缘分，谢谢。要看金家好媳妇哦。现在我们把小春让出去了，对，好吧？我会用叶家的精神，然后代表叶家，好好在金家好媳妇里面打拼的，加油 ！OK， 来小夏嘞。好，我昨天终于把所有的东西搬回家了，因为是这个舞台教会我怎么演戏。但是我昨天终于把我最后一批行李搬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下次有机会再回来的时候，我绝对不要放那么多东西了，太难搬了，这根本就搬家没有两样。有制作，谢谢三立电视台，然后谢谢李宁姐还有编剧群，把这个角色写得这么的多面。然后让我有机会借由一个角色去表达我的表演，甚至去挑战我自己。然后接下来，今天早上我在外面又开了另外一部戏的镜，回馈给我的夫家三立电视台，谢谢你们，谢谢。因为平常爸爸讲太多了，今天让女儿来讲来。我觉得排到最后的最吃亏，因为想讲的都被大家讲完了。我觉得，在三立拍了10多年的戏，然后这一次是最短的一次，就是150集就真的结束了。在刘制作的团队，就是我们第一次做到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因为戏都会很精致，然后每一个角色都写得很透彻，然后很有生命。那我觉得集数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它的宽度，就是我们大家都把这个角色，就是很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那大家的相处也真的就像这个剧名一样，就像一家人。刚刚小鱼的那个反应，我觉得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韩小鱼不是一个会把情绪表现出来的人，可是他刚刚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大家就是完全融入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戏前面超累的，因为同时面对2个男主角很累。那后面演得很开心，就是跟文心那一段戏，
生离死别戏，我觉得就是在三立已经就是另外一个表演的层次，我自己很喜欢。那祝福我们小鱼姐到金家好媳妇，好，大家一定要支持哦。谢谢。东来，来，小屁孩登大人了，来。可是因为这个角色，我爱上手游，然后叫成长这个算成长啊，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成长。然后打手游打到那个黑眼圈都消不了，对，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遇到一家人，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给我满满的爱、满满的照顾和满满的指导。然后在这部戏里面，我也成长很多。希望因为这部戏的学习，我可以在我下一部戏，然后让大家为之惊艳。谢谢你们。好，来大女婿，来大女婿，来，冠霖，来，哇，来你先来。谢谢。庄总，然后还有所有的长官，各位先进，所有最辛苦的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真的辛苦你们了。我觉得一家人今天圆满落幕，但是所有的角色会深深的刻印在所有观众的心中。一家人结束了，但是角色永远在观众的心中。也谢谢大家，谢谢。好，二女婿来给他过走来，好，谢谢。那个谢谢三立的各位长官，然后制作人，然后还有现场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俊雅，跟大家相处都很愉快。然后这个我们的外景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工程班，都对我很好。然后让我觉得每天上班都像在玩，就是还可以早点再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拍摄，阮兜个一个大女婿翁星的，今晚复活，今天复活，他已经变大汉堡了。真变大汉堡了。好，谢谢，我要谢谢大家，谢谢一家人，还有谢谢帮我照顾小春。所以一开始加入这个三立。台八的时候呢，就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也很谢谢三立的长官，还有在场的所有演员，非常开心可以跟你们成为一家人。对，我最熟的就是小春了，因为我们太多亲热戏了哈，所以才有小汉堡嘛哈。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来，微信啊，马是翁星的，到底叶家出了什么问题呢？应该叫人来看风水啊！人家风水不错。好多只哦。张总，还有现场的长官，大家好。其实我比较不会那么会说话啦，对啦。用唱的。不要啦，我这阵子。出新专辑了。是啊。你说唱那个跟小秋那个啊？真的吗？要在这个场合要唱这个？好了，没有啦，就是拍一家人，其实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自从我记得拍有台的戏《艋舺耀辉》的时候，到现在，没有这么就是下戏之后还让我一直很难以抽离，然后很回味之前所拍的。每一场戏这样，那唯独这一次一家人，我觉得真的做到了，而且他让我整个陷进了角色的情境里面。其实燕燕你是几天才？我不知道，真的吗？很久没有看电视播出，因为心情一直都很不好。对了，那因为其实我觉得编剧真的是写得蛮好的。那当时其实制作那时候有找我讲了这件事。对，他说他希望把他这个线呢写得比较凄美一点，然后呢跟我讲说我会就是癌症死亡这样，那我二话不说我就说好，因为我觉得这种结局其实也是不完美的一种完美这样。那其实，在后面，尤其是在后面这几场，我非常的有感觉。那于是我也把它写成一首歌，要送给小秋跟郑凯的，在我的专辑里面这样。我想要登去那东西。对，就是完完整整的，我真的
很少会有这种感觉，除了看别的戏剧以外，我们会深陷到里面。那自己拍戏的时候，其实很少有这种机会，就是下班一抽身就是抽离了嘛。可是那个角色，当我拍完了之后，我就还看好几遍，而且我不敢看，我完全没。你知道吗？我像我老婆，她是非常爱看韩剧。然后呢，她突然那几天，她就看，然后她看了好几遍，重复看好几遍，然后一直流眼泪。我说你是干嘛？她说好可怜，我在哭笑了。我可以请问一下，那个太平间的剧本是哪一位编剧写的吗？很厉害耶！我觉得真的写得很好，很棒哎！太平间的剧本真的1页纸的戏哦，然后居然台语有押韵，太厉害了。对，而且那时候制作也说，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其实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在小秋那一场戏之后，还收到蛮大的回响的，大家都觉得，哎，怎么这么快就领便当了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小秋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那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我想讲的是，就是，可以参与这次的一家人，我非常的荣幸这样。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再继续，我相信之后的作品一定会再比一家人更好。对，谢谢。来，米拉，给来下来，我们叶家的，来。哎，我帮你拿啦。阿嬷应该都等到肚子饿了，所以我这边就长话短说了。首先，先谢谢3立电视台的长官，还有制作给我演王友亮这个。好啦，你欢喜就好。好吧。那也谢谢非常多的观众，然后支持一家人这么长的时间。那我要请你们继续支持台湾人演的台湾电视，台湾人就是要看台湾的戏，谢谢。小夏不是有话说吗？那个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谢谢一下，其实我们感谢我们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我们累到挂掉的时候，真的是你们在对我们的照顾，然后每一次我们睡到眼睛都睁不开、醒不来、没有办法讲台词的时候，是你们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很谢谢大家。爸爸也有被操劳过，然后小燕、小鱼，然后包括连小东，真的我们大家都曾经很辛苦过。可是如果没有你们，好了，叶爸爸终于要开口了。我觉得我们一家人这群演员是非常幸运的，在台湾非常非常多的优秀演员，但是都在等一个好机会。那有人一直在批评台巴，但是我一直很佩服我台巴这些伙伴们，在短的时间拿到剧本，必须要演出一个样子来。我常常在想，这些人若投到一个更棒的环境、更好的环境，他们会是什么样亮眼的成绩？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是因为3立做到了。刚刚张总也讲了，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坦白说，一家人我们这些剧组就是一个实验品，但是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的是，我们实验成功了，所以这条路可以再往下走。我要非常谢谢，制作还有电视台的长官啊、监制们啊、制作人啊，敢让陈婷来演叶爸爸，因为我好几年没有在台巴出现，是我女儿3岁的时候，看到我演坏人，哭了，然后一直做噩梦。他很正经八百的哭着跟我讲：“爸爸，我求求你不要再演了。”那让我思考很久。后来我就休息了一下。那这一次我接到这个角色，我非常意外。那我要谢谢编剧们，把这个角色写得这么好。不是陈婷厉害，只要拿到这个角色人，只要有过历练的人，他们都可以呈现出这样的表演。那在这里就是希望金家好媳妇继续接这个棒，再往下挑战。那我相信下次我们再相聚的时候，成绩一定会比现在更好。谢谢。可以去吃东西。谢谢。该还给他们。
在台上飙唱《因为爱》，要献给在场所有演员和剧组。台剧一家人终于完结，沙汀酒现场也相当热闹，无论剧组还是艺人，情绪都很嗨。虽然我想这部戏是一个本土戏剧的一个典范，最重要的还是工作人员温柔的加油打气，场面实在相当温馨。三新闻总报道。哇，有拍瘦一点。好，现在大家看到已经有在家人的那个，把麦拿掉了啦，刚刚麦出了一点问题，但也没关系。你们等一下，他跟这一廊都好，那我们去找我喜欢的大家可以先稍微说一下想看到的。你好。在做直播，是。跟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各位，应该是说三立娱乐新闻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黄文兴。之后会有什么计划吗？之后就是走发片的新唱片的宣传，然后我这张台语唱片在1月5号已经发行了，那也在各大的网站在野心州上架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歌曲里面也有很多大家会觉得说还蛮喜欢的歌曲，因为我们这次做的唱片是以比较华语音乐的编曲为主轴，然后用台语的方式去唱诠释这个台语歌曲，所以这次做的主要也是就是朝向比较年轻化的年轻人这边，然后去做这些音乐，然后里面也有2首歌是一家人里面的插曲歌曲，然后也都非常好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听这样。那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杀青酒会嘛，那其实很不舍啦，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杀青戏，其实我还蛮前面的，我好像是第2个还是第1个？好像第1个哦。第1个吧，对，第1个，对，除了那个汉民以外嘛，对，然后其实还蛮有感触的，一直虽然杀青了，但还是非常不舍，就是还蛮要从那个角色抽离，其实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因为其实就是好像就那个感觉还残留着这样。其实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自从之前拍了有台的戏，一直到现在应该6、7年，对。然后这次拍这个八连党一家人，其实我还感触蛮深的。然后尤其是大家的感情非常好，而且就是要当然我在上面有稍微忍住啦，不然就不想情绪太大这样。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得到，其实还蛮不舍得，就是这样就结束这样。但是我相信接下来应该下一次在金家之后了，或许也不知道，就是在某一部可能在3立，机会再跟大家见面。对，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再跟大家见面，然后去让大家呢能够再看到家人这些演员去诠释不一样的角色，这样子。再来宣传你的专辑。好，没问题。我的专辑呢，叫做《爱若是爱那西》，然后我这次的专辑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用比较像那个糖果包装纸的设计为概念，然后主轴是要表达就是其实爱情就像那个被糖包裹着一样，那其实外表看起来很甜，然后感觉很浪漫，那其实呢每个爱情都有它的辛酸涩，那也就像我专辑里面的每首歌曲一样，代表着每个人在爱情里面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当下的心境，也知道慢慢大家去品尝一点。谢谢。那大家还想看到谁？刚刚你坐在文心哥后面，大家就说：“哎，你在后面呢。”哎，为什么跑去台
要爱自己，好不好？对，对，一定要爱自己。对，你看，我们想要一起主持旅游节目。对啊，对吧？我们两个。哎，我还是继续当他们的经纪人。经纪人这么野。是想要带出去玩，是不是？对，因为我有旅游节目的经验，然后他也有，我也有啊。怎么你家台湾人？所以是美食旅游节目吗？爱吃美食旅游都可以，我可以啊，都要遇见台湾人，好不好？那个节目名称都想好了？对，想好了。哎，有没有人要制作找我们？谢谢。拜拜。谢谢关林哥，谢谢。开始了吗？开始了。好。现在小编来带大家找的这位是阿迪亚，大家最喜欢的阿迪亚。好。可以请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今天就是来到杀青酒现场，代表戏已经杀青了。对，没错。那个不要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命运。我常常我的生活常常会发生这种乱入啦、乱出之类的东西，对，所以要习惯。在我身边都是笑点，对。然后，那可以讲一下我们杀青的心得吗？杀青的心得，我拍了，因为我刚刚其实 open 的时候我就有讲过了，我拍了那么多16、17年的戏，然后拍了10多部的8点档。我真的觉得《一家人》是一部非常最温暖的，然后最温馨的一部戏，包含剧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工作的伙伴，大家都，因为我其实刚开拍的一开始，我就因为赶通告然后撞车了，然后大家都适时的去关心我，然后我感觉到那个真心，然后再加上我11月份个人的一些私事，然后导致我其实还蛮低潮的。像婷哥啦、冠霖哥、小鱼他们都很就跑到我旁边来，就特别来关心我觉得很感动。对，所以这一部其实是我觉得最温暖、最温馨的一个剧组，对一家人，我会永远记得。谢谢大家，谢谢。那在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档爷讲吗？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档爷讲？档爷其实没有，我老实讲，其实制作一开始开拍的时候，他有来到我旁边跟我讲，小声的跟我讲说，维奇啊，这次因为角色都已经选定了哈，那刚好男主角冠霖哥旁边需要一个小弟，那不知道你行不行来帮忙？那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大概大特的角色了，他就大概这样跟我讲一下，我心里我要接，我要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真的很好，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真的很好笑。谢谢。然后到后来就是演变，就今天杀青就是这样子，我还蛮努力的啦，就是其实大家也很帮我，包含冠霖哥，所以我刚刚讲有什么要跟档爷讲，因为其实假如观众朋友不是因为为了看冠霖哥的话，不会看到我。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我个人很喜欢剪你的片段的。真的吗？真的，因为会发自内心的笑，而且觉得很好笑。就是其实大家集思广益了，当然编剧大大帮了很大忙，他写出一个雏形一个稿，然后让我们去包含导演，包含同场的演员，然后大家集思广益，你这边可以加什么？你这边可以加什么？然后加一加就很好笑。对，都大家帮的忙了。对，谢谢。那我们可以。我们来失踪了。档爷刚刚登去东安营造包营啊。跟他写那好，那没关系，好来，那我们待会等一下再去东安营造找档爷。我们等一下去东安营造好不好？好。等一下东安营造，我们要不要先来找我们新的欧档？有，看到。刚刚有访过了吗？还没，刚刚有欧档也没滴。OK， 你看他刚刚已经在social了，你跨夜兵。想要加入 Deco 啦，好想要。对。好，走一下在那边嘛。好，看到了，够。要讲英文哦。他刚刚有说我葵花吗？真的。
啊，你好，你在旁边帮我听我在说什么，看我你的英文。好，来，怎么样？嗨，你们在直播吗？对，在直播。好，来，对，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杀青的心得。对，那因为那个之前就是安妮加入那个剧组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就是后来又意外就跟吴董就变成好朋友了。你听到了没？大家都喜欢我。只是有一个地方，我记得在那个你们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很多人说想看你，特别想看你。为什么？你说我穿比基尼吗？大家说，哎呀，那个毛巾怎么都遮住都没有掉，对不对？就是他掉了很多次，他们可能剪掉了。哦，真的哦，好可惜。好，那可以帮我讲一下，就是拍戏结束的心得吗？就是加入一家人，应该是第一次拍。我昨天好难过啊，因为我们昨天拍最后一集，我一直想哭，我回家了还哭1个小时，一个人在家里哭，因为他们真的对我都很好。就虽然我中文不好，或是我都不懂怎么拍戏，他们都对我，就比如说那边都是导演们，对不对？我一到3集，我就先找导演，然后导演会好好跟我说，你今天要唱什么呢？每一句话他会告诉我，好感动哦，好爱他们大家，真的。谢谢。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接下来可以继续支持金家好吗？对，我不知道，这要问制作人。你的经纪人有演，我经纪人有演，我经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你说什么？不知道经纪人有演，我说好爱你哦。醉了，醉了吗？好，谢谢 ，Love you， 谢谢。OK。他们说想看正台，因为正台现在在录音。正台吗？对，还是那大家可以。要看。对，来。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对，我们要有正面能量。好，谢谢光宇哥，谢谢。接下来文心，你买了吗？他要去敬酒，我们等等。就是下一期杀青有没有什么一些话想要对大家说？首先呢，我感谢那个编剧帮我加了很多戏，然后都希望以为是假的，真的，然后我的粉丝嘛，结果直到昨天我才知道我真的死掉了，因为昨天后天有没有可能复活吗？对，没关系，我看，谢谢，还有。